你就会感受到不可思议，你的人生就会觉得这原来是不可能的人生，怎么会？就是会，是因为你愿意来祷告，你愿意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，你愿意随着圣灵的带领。我们这两节，我们再读一次好吗？请。求你听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叫做在恩典中怎样望见什么？恩典的现场就望见那个盼望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，看过他吗？请不要告诉我说我认识他，她就是一位美女，这样我搞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讲座？叫做 TED 吗？是很有名，全世界很有名。只要你够有影响力，你就会就这样，你就可以被邀请上面。听说那个叫做 TED，我以为那个是熊的才叫 TED 不是，那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简写他就是被邀请。他几岁啊？年纪比我大一点而已了他这是真正年龄，他24岁，他就被邀请在那边演讲。讲什么？讲他的梦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，他是读台中女中读台中女中，没有读我们台湾的大学。我们等一下会听到他的见证。他直接就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大学，然后他在大学期间，他不管到非洲、加纳，或者在拉丁美洲海地，或者是到东南亚的柬埔寨，他不断的做志工跟当老师，他改变了对教育、梦想、人生的定义，而不只是因为他去这些地方了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愿意回应这位上帝。这位上帝装备我，让我去这么多地方，有一种激动，一种可以讲说愤怒好吗？一种为什么世界是这样？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？跟我一样的年龄，甚至于跟我一样的人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？他举了一个很柬埔寨的一个例子。他说有一个嘟嘟车的，就是那个人力车，还不是石油的嘟嘟车的，载他真的很辛苦，他家全部的人都死亡，只剩下他一个。可是他的那个嘟嘟车，就是骑脚踏车那种嘟嘟车，外面还写什么？请你们称呼为 Mr. 不是 Brown 不是 Mr. Brown Coffee， 不是 Mr. Smile。什么？我英文不标准吗？什么意思吧？微笑先生。谢谢你鼓励我，很标准了微笑先生，你知道他有多苦吗？但是他仍然决定成为一个微笑的人，祝福每一个坐他嘟嘟车的人，鼓励了这个刘安婷。可是同样的，当他要坐上他嘟嘟车之前，他每一天去吃早餐会遇到一个人，那个人是白色皮肤的人，长得又高又帅，所谓的金字塔顶尖的人。他说他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，他才很年轻就真的环游世界，来到柬埔寨，然后每天跟他打招呼说：“嗨，你跟我一样都很年轻，我们可以享受这大地。”可是你知道吗？他每一天早餐，在那个早餐坐在那边吃早餐，就看到这一个所谓的顶尖白种人，跟他一样20几岁，每一天从电梯口带出来的什么？因为柬埔寨性交易的工作的人非常多，每一天都带不一样的人，而且他不是偷偷塞钱在房间就塞了。他还把他带到大厅，而且请说，你等一下，用他优雅的抽出口袋算钱。
同样是人。一个人决定再怎么苦，他决定成为一个 Mr. Smile。一个人他很有钱，但是他决定他的人生是什么？用钱买他的短暂快乐，甚至于说糟蹋一个年轻的女孩，每一天都换不同人，不同给他很多人生的一个醒悟。他决定台湾绝对不能发生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决定希望回来到台湾，所以他回来台湾成立一个 NGO。英文这个不要绕了，因为这个太难念了。意思就是非营利事业单位的机构，里面叫做什么 ？Teach for Taiwan。它集合所有的人，双赢，年轻人，我死过去的这个都有份哦。你可以跟他登记，你可以去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来教书，它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。所以引起全世界的人惊艳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人有这种梦想跟抱负？他年薪200万以上，他辞掉回来台湾。这个梦想从谁来？从神来，神圣的愤怒。我要说神圣，因为他知道他拥有的比别人多啊！你去听他那个 TED 的演讲。我们只不过上帝给我们多，我们真的就是因为多，我们要给出去，好不好？他因为领受这么多，于是他愿意回应神，他的梦想就一步一步走。我们持续看，因为他这个Teach for Taiwan 已经满1年了，现在已经第2年。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才24岁，他可以有这样的生命，其实是因为他跟神相遇，其实是因为他在7年级。下学期的时候，有没有人7年级？正好现在7年级啊，下学期的我们中间有没有？有啊，跟你一样，7年级下学期就是在2月的时候，开学第1天去，全班56人，这包括他56人、55人，那一天同一天都跑来跟他讲，我不再跟你做朋友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？我是有了，但是没有全班啊，我比他好像好一点，没有那么惨。我有过很要好的朋友，突然跟我写个纸条说：“跟你切。”他怎么度过那段时间？他永远的第1名哦。他怎么度过那段时间？他的人生人际关系跌到最谷底，他学会什么事？当那时候还好，那时候他已经认识主耶稣，已经跟主耶稣接上线了，接上线了。他怎么接上线？我们等一下会听他的见证。他每天没有人理他，去学校没有人理他，回家他又不敢跟他爸爸妈妈讲。为什么不敢跟他爸爸妈妈讲？等一下也会听到他的见证。他就一个人，弟弟太小，弟弟只有5岁。6岁，我忘记几岁了，反正弟弟跟他差5岁。他就每天祷告，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因为他真实每天认真读经文，每天祷告，他没有忘记，在他最苦的时候都没有祷告，因为他领受跟我们今天一样的经文。你们中间如果有受苦的，亲爱大家，你有受苦吗？就是祷告吧。有喜乐的，就该歌颂，好好的来唱歌。每次带敬拜的人在那边唱，我们就是要唱的比他还嗨呀！因为他在上面，我们在下面呢，我们更自由啊。好，我们就唱的要比他更嗨。我们中间有没有生病的，又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。刘爱婷因着妈妈生病，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。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，怎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？我们都可以得着那个祷告从神来的力量，我们就可以忍受那个苦难，而我们过了那个苦难，我们就登大人了，我们就登了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历练各方面的生命承载度会更强。赞美歌颂是承认这位上帝是喜乐的源头。我们借着神的保守，我们长久可以在上帝的喜乐中。我们当基督徒啊，被困境所包围、受苦的时候，
虽然旁边看起来都没有路，都没有路，怎么办？还有一条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呀，你还在？还有一条路啊！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诺亚方舟？那条路在哪里？它不是上面开个天空吗？好不好？我们车子不用开有开天窗的，那我们人生这部车可不可以开那个开天窗的？如果你视为都没有路，开你人生这部车好吗？这部神给你的这位车，你把天窗打开，向这位上帝来祷告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挪亚仰望神，和神交通，他得着力量，得着引导，度过那个外围的毁灭性的雨水。我们也打开我们这一部房车，神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虽然是旧皮囊，我这个据说永远18岁，但不是，已经真的已经那个了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是新皮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命每天可以更新，像那个皮囊一样。每次装完酒，我掏出来洗一洗，吹圣灵的风，吹干，然后再涂上什么橄榄油。每一天，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，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以后，重新得力。圣灵的风来，让我所有的忧虑都没有，所有藏污纳垢没有。”而且圣灵的恩膏在降下，涂抹我，让我跟外在的这些损害我的隔离，我就再次成为新的人。传道有一个好朋友的女儿，跟我女儿同样是国小1年级的时候，一个暑假回来以后，我吓一跳，她又戴眼镜又戴这个耳朵，这个叫什么？助听器。我说：“嘿，发生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暑假他们去做一个身体检查，因为免费的，就发现我女儿耳朵左耳完全听不见，右耳只剩下%不知道多少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以前不是这是发生什么意外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，他已经错过了那个黄金期，他都用这个剩下一点点的耳朵来听，所以他有重听。”他告诉我一个真理，让我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，因为他启示我跟神的关系。他说，自从我知道他耳朵有重听之后，我不会要求他要把我的话全部听进去，我只会我也不会对他轻声说话，因为他听不见。然后因为他没有听见，我也不会因为他没有听见而生气。你怎么没有在听我的讲话？我们这里有妈妈的吗？爸爸的，拢无咧听我讲，拢无咧听我讲。他不会生气，因为他知道他听力不好，他知道我要让我这个有重听的孩子听见，我必须要让他听懂，我有责任让他懂，我有责任跟他面对面读唇语也好，这样重要，让他听得懂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我爱他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的天父就像这个妈妈一样，你有听过神的声音的人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很重要，请放心。但是很多人在很多时候，大部分都是耳朵听不见，不然就是重听。神不会对你生气，因为他知道他爱你，他的责任就是让你听清楚他要对你讲的话。但是你必须要到他的面前愿意，不然他再怎么讲，他再怎么发 email 给你都没有用。你愿意转向神，而且你愿意认自己的罪，不然你自以为是，你那永远那个不合上帝的那个标准，你永远听不到。就像我这个手机。我这是不是插下去就有电？有人点头点很大，你确信？我就是一直插，它都不会通电，为什么？因为插头没有电也是，但插头别人来插都有电，我没有插鼻孔哦。我确定是插了有电的，但是它还是不能，什么原因？坏掉，线坏掉，
拿别的来擦，也不行，一定要怎样调整一个角度，可见这个已经怎样撕了准，对不对？里面撕了准，所以接触不良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生命是不是有撕了准？当然就听不到神的声音。神再怎么捂住你的脸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都听不到，因为你失了准。什么叫做失了准？在圣经原文，失了准，没有中那个靶心，叫做什么？罪。罪怎么写？非几个非？四个。非就是错。四个大叉叉叫什么？不能念那个字。不能念那个字。哦。所以我们因为罪，我们失了准，所以你这个手机再怎么样，你都打不通给上帝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先认我们的罪，把那个失了准的跟神，因为神说，没有什么是我可以跟你隔阂的。我这么爱你，我都追着你跑。上次我不是讲道讲吗？神就追着我们跑，追着我们跑，追到我们怎样？追到我们怎样愿意回应他？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世了，亲人没有认识神，也不愿意接受神，那他要去哪里？他去哪里？神爱不爱他？其实神很爱他，所以神只好让他有一个地方是逃避爱的地方，逃避神爱的地方。那里是哪里？地狱。所以神绝对不是那种你不信我，哈，给你下地狱，不是，这就不是爱。神是爱你，爱你，一直追你，追你，追你，追你。说孩子，我就是要爱你，你就说我就是不要给你爱，你走开。神就是一直爱你，一直爱你，一直追你，一直追你，追你到你时间已经过了，怎么办？只好等在他让你不会再被爱追的地方，你才不会那么辛苦。其实这就是神的爱。让你在那边等什么？等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你才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凡事都向神祷告。我知道我们这当中有人很急，他的家人还没信主，我们好不好也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？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神给我们都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，不然我们不可能得救。所以他呼召我们，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怎么样来跟随他？我们就是常常要来接近神。不管我们的听力多差，神就是用他的方式要让我们听见他。所以我们听见神的心，会比我们听见神的能力更重要啊！因为这样心心相印，好不好？我们呢，要常常出于听见神的心，听见神的心，你才会有信心。祷告有信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真的。你祷告都没有用，所以你常常说传道，你帮我代祷好不好？可以呀，我一定会说你有没有信心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老实讲，你也没办法接受到神的声音跟神的爱，好不好？我们呢，都凭着我们信心，信心就是你就相信上帝拯救你，相信那个失了准的认罪到神的面前，神给你重新新的生命，到神的面前跟神来连接。我们就能够怎样不断的到神的面前祷告，神会给你亮光，神就会给你什么？从他那里来的盼望。亲爱的大家，人如果没有信心跟盼望，我们日子真的会很苦。我们好不好都决定来接受神的拯救。我们呢，对神的信靠是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不受环境影响。我呢，愿意相信主，你给我的都是最好。现在虽然我很 OS， 我的环境很差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亲爱大家，记得那个恩典，那个我们要打开，用信心的手打开我们的天窗，我们跟神来听神给你的亮光，神会带领你前面的道路，神会在你最需要恩典的时候带你进入那个恩典里。然后这个恩典里，你就会看见那个盼望，那个盼望是从神而来的，那个盼望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那个盼望是你想都没有想过的。
我们的神不会被环境、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限制。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个时空，我们的神是超越你能感受、你眼睛看的、你耳朵听的、你想象得到的。因为在这宇宙当中，有很多是你想象不到的，所以我们才说这是超自然的能力。超自然的能力只能用神的方式，神的方式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你不相信，跟你没有关系。相信是钥匙，你必须相信。你相信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开了你人生中的天窗，你直接跟神连接。你开了，你就发现说，我怎么不是重听啊？我耳朵听得很清楚。传道昨天带敬拜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唱那个汉语，说我们是那个无水干旱之地，我就一直听到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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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的声音。我不是幻听哦，也不是错听哦。神就是会给你听见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刘安婷的见证，你就会发现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，可以说是资优生，永远的第一名。神怎么样用很奇妙的方式，让他经历到这一位神的爱跟能力？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。